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位於深圳市福田區南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界接壤。合作區涵蓋深圳河以北嘅深圳園區以及深圳河以南嘅香港園區。呢度唔單止係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嘅先導區，仲肩負住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重視轉化集聚區嘅使命，係粵港澳大灣區內嘅重要科技創新平台。河套呢個一區兩園嘅概念咧，就係一個喺國家層面俾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創新平台，一個合作平台。雖然佢係兩個唔同嘅行政區啦，甚至乎係行兩種唔同嘅制度啦，但係都希望可以喺呢個特殊嘅平台當中咧，可以做到一個自由嘅流通。例如人員係可以唔使一個好複雜嘅一啲過關模式，就咁行過去就可以完成過關。數據咧喺一定程度喺呢兩個區入邊咧都可以共用。咁啊資金嚟講咧，對於一啲做科研嘅企業，咁兩邊嘅資金池其實都係可以視為一體化，去支持翻一啲科研嘅用途等等。咁所以咧，中央俾河套嘅期望咧，就係希望可以喺做到呢一方面嘅好多嘅創新，同埋更加自由嘅流動，去促進我哋嘅創科產業嘅發展。為打造合作區成為內地與香港在創新科技合作嘅先導區以及橋頭堡，特區政府喺舊年11月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綱要，以產業導向以及以人和企業為本為原則，與國家相關部委積極探索創新性嘅便利措施，喺一國兩制嘅基礎上，推動河套香港園區成為國內境外嘅特殊地區，為喺河套香港園區落戶嘅企業以及工作人員提供更加便利嘅政策措施。初步而家有個構思咧，就係有個白名單嘅制度。咁所以咧，將來咧可能即係用翻一個科技啦，其實唔需要口黃，唔需要閘機，唔需要即係一啲邊檢人員去查你嘅證件，就咁行過去，你就已經完成咗由香港入去深圳或者由深圳出嚟香港嘅呢個過程。成個概念就係希望對於呢啲喺河套園區工作嘅人員嚟講咧，其實佢哋喺兩邊走嚟走去或者係協助咧，其實係一個無感嘅一個情況。特區政府喺舊年12月先行喺新界沙頭角嘅中英街檢查站使用無感通道，透過人面識別技術比對資料庫嘅資料，取代人工查核，提升檢查站嘅處理效率，為沙頭角居民提供更便捷以及優質嘅體驗。我哋喺度居住嗰啲咧，原則上每日都過去，起居飲食都喺嗰邊，一日出入幾次，10次8次都有可能嘅。咁你如果有長期嘅禁區紙同埋過得中英街嘅，可以做一個登記，就唔需要攞呢個身份證禁區紙，人面識別就可以出入。咁我覺得係非常之方便嘅。咁我諗河套嘅情況咧，其實我哋目標係一樣嘅，都係希望喺無論喺深圳園區或者香港園區嘅工作嘅人員喺兩邊走嚟走去咧，係一個非常方便，冇一個感覺。不過咧，可能個操作模式上咧就會有啲唔同。但可能我哋運用嘅科技都係一樣，可能用人面識別。而家喺沙頭角，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嘗試咧，就真係好方便嘅，真係就咁掂行掂過。但係咧，我哋河套咧將來咧希望個感受上、體驗上做到呢個效果。不過個流程上咧，其實有少少分別，因為嗰度咧始終咧就係會係一個過關嘅概念。因為同沙頭角嘅分別就在於由香港沙頭角出翻嚟我哋香港本身嘅其他地方，其實你係需要一張禁區紙嘅，即係嗰度會多一重嘅檢查。但係喺河套嚟講咧，其實咧我哋由河套園區，例如去新田啦，或者係去其他地方咧，就唔需要再去有個禁區紙，因為嗰度唔係禁區，亦都唔需要多一重檢查。咁所以變咗咧，由河套香港園區去深圳園區咧，咁嗰度真係喺入境嘅程序嗰度咧，係做咗一個出入境嘅手續嘅。對於一個用家嚟講，其實個體驗咧係非常之好，就乜嘢都唔使拎出嚟，就咁行過去就可以好方便去兩邊開會啊，或者係即係交流啦。